大家人拢讲，恁的歌内底拢有一寡海边的气味、海港的气味、高雄的气味。而且我会记恁敢有做一条歌，是内底有写高雄，对无？对。啊，我想问讲，高雄的气味对恁来讲是啥物款？因为我是伫小港大汉的囡仔，所以高雄的气味对我来讲是工业区的气味。这无好的意思哦，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高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的所在。对，我囡仔是我对高雄印象嘛是安尼。对。这四个是啥物缘分，互恁接做伙，然后去组团的啊？本地拢是朋友啦。对。啊，阮拢介意音乐，拢介意乐团。主要是阮四个拢是高雄人啊。拢高雄人。嘿，高雄人啊，所以伫高雄耍音乐，大家拢熟悉啊。是。真正的看表演时阵拢会拄着。嘿。对。哦，对，今仔日来遮哦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啊，你嘛听团哦，足济人，嘿，啊是讲迄个，譬如讲伊你团无咧算后，无来遮我，来阮遮，哦，对安尼，小招安尼，大家都小招安尼，都没有了，团就结做伙安尼嘛，对无？哦，其实嘛要10档安尼，安尼嘛要10档啊，这10年来做足济条歌曲。对，创作的灵感就甲高雄这个在地有做一寡连结嘛，对不？对，因为我基本上无代志的话，就是骑倒摆，啊，伫高雄的路安尼，拉踅，啊，就哇，就吸收足侪高雄的环境的灵感。好啊，无咱继续行，咱听讲恁要带我去一个所在对无？对，来，好，来看嘛。我带咯，好。一个乐器行嘛。对。啊，这个乐器行，甲恁有啥物关系无？阮若4个人拢伫高雄，就伫遮练团。啊，做学生的时阵呢，就拢伫遮。我有听讲10，你有一个怪癖吼。怪癖。系啊。是啥物怪癖？一个啥物依恋的，啥物一个怪癖。哦，你讲刀癖型。刀癖。对，所以我唔知讲是怪癖，我袂讲你刀癖，因为你无法度闪癖，我问你的问题。你迄个怪癖，踮在你咧创作音乐迄当中，有对你有啥物影响？啊，我先来转吼，先刀癖。因为阮的歌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所以我常常教我的，比如讲介意一个物件，介意一个人的心情，啊，无法度讲，因为常常咧倒票嘛，所以会惊咧讲出来，惊足侪代志的这种心情，就甲写伫咧歌内底。所以阮的歌迷嘛，就介意看阮写的歌词。有同感就对啊。对，有同感，因为咱台湾的囡仔就是拢较害羞嘛，嘿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刀癖也是害羞的心情是大家拢有的。你若讲要讲刀癖，我会讲你把这个物件藏在内底，啊，互人听，然后去看你歌词，啊，就去感受到讲你的心情是安怎。对。恁4个人对这2张专辑，恁家己有啥物感觉？讲是差别的差在倒位安尼？对我来讲，第1张专辑较像发一张妹子啊，去找家己是啥物款的人，我是啥物态度，我伫一个社会顶悬是啥物款的存在。啊，第2张的话就较困难，就是讲哇，我已经有一个型啊，互人熟悉的型，啊，要安怎个超越，还是个做甲搁较无共款。这是对我来讲无共的所在。哦，第1张的时阵，你只要介意音乐，你就通做。但是第2张的时阵，你唔止你爱介意音乐，你搁爱有一个决心，我爱去做一件代志。对啊，即台语的创作的部分来讲，恁伫做迄个时阵，恁家己敢有感觉讲啥物袂顺来讲伤硬啊是安怎？伊拢讲台语歌较歹写呢。无好写，真正无好写。差不多大汉到一个年岁了，就变到无台语的环境啊。啊，毋过有迄个台语的语感，搁留一寡伫身躯。对。所以要去写台语歌的时阵，会变2个拢掺做伙咧写。嘿，啊嘛，像阮头一条台语歌是叫《怪手》。啊，迄条歌即马若用即马看台语歌的标准，一定是
有一嘿无记着，啊，毋过嘛是一个足好的尝试。最近我有听讲，你有去参加一个乐团的迄个选秀的节目。我想讲，啊，你著出2张专辑，你创你讲斗啥物老力？你是斗老力，还是讲去想讲要去挑战，还是讲去 challenge 一个？想要赢啊，对啊，无咧输的啊。想要甲家己的歌，互愈侪人听啊。哦，去电视的经验，甲伫舞台表演是无共。啊，甲现场的 live 无共对无？对，我感觉迄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。对。像我啦，我家己头一摆听到乐团的歌，其实是看宪歌的节目看到。我伫电视顶管听到 TZ Back 这个团，因去宣传因的专辑，啊，我就讲哇，这个世界上阁有这款音乐哦，阁世界安尼安尼唱歌敢会使，安尼写歌敢会使，啊，我就感觉足介意的，所以为这个电视开始听乐团，所以我感觉会当上电视，啊，用这个乐团的身份，我嘛希望讲，是毋是有一个囡仔即马看到电视，看到我咧唱，听了讲哦，这我记得这千地。对，啊，伊会有一寡代志。就伊伫伊的心内萌芽。既然来讲到遮来讲啊吼，我想要问恁4个人吼，就是讲恁要选恁家己的专辑内底的一首歌，恁会安怎来做一个决定安尼？我选点一个啊，一条台语歌。出社会这几冬吼，有足侪朋友是为伊做伙咧耍，啊慢慢啊消失伫你的生活当中。啊，你就会想讲，啊奇怪，最近无看到这个人，伊是去创啥？我就知影讲，哦，伊咧照顾妈妈，照顾爸爸，吼。即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，对。所以我感觉点一个啊，是咧写互这种有苦啊，毋过讲袂出来的心情。感觉有台湾精神伫内底啦。是。那是安尼，我会讲是韩民这条歌。韩民这条歌是咧写互迄个创作者，写互迄个做艺术的人。就是讲，逐工咧受东受西，甲咧韩民安尼啦。所以讲，你若有咧做歌，做啥物艺术的物件，我甲你做伙。对，就是勇敢做民梦。对。那安尼，我会选《青春咱的梦》这条歌。这条歌其实是咱这个乐团。帮公司台语台写的一条歌，是啊，我感觉迄就是在讲，你伫青春的过程当中，你有你的梦，啊，你做你介意的代志。今仔非常多谢千地来这海味61号来甲阮分享因对因做音乐的一寡想法，互恁知影因写的歌想要表达是啥物意思安尼。